喺啱架構嘅 Surface 上邊連接打印機其實好簡單。首先記得唔好安裝任何隨打印機附帶嘅軟件。如果已經安裝，記得先卸載。有兩種方法可以設定打印機連接 Surface。第一種係用數據線，亦都係最快嘅方法。將數據線連接到 Surface 同打印機，然後進入設定、藍牙同設備、列印機同掃描儀。打印機同驅動已經自動安裝好啦。第二種係使用 WiFi， 確認你嘅 Surface 同打印機連接到相同嘅 WiFi。進入列印機同掃描儀後，撳添加設備，再揀返你嘅打印機。Windows 就會自動連接你嘅打印機，同時會自動下載同安裝必要嘅驅動程式。如果你仲遇到其他嘅問題，可以登入呢個網站，先 check 一下你嘅打印機有冇支援 WiFi， 或者到微軟應用商店下載相關品牌嘅程式，例如 HP Smart， 幫你進一步解決問題。喺 Windows 嘅網站亦都有份相關安裝打印機嘅操作指南，可以提供你額外嘅幫助。而家豐澤全線都有 Copilot+ PC AI PC 銷售專家，認住呢個 badge 就可以揾到佢哋啦。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 Surface Book 第11版同 Laptop 第7版，大家可以嚟到呢幾間指定嘅 Fortress 分店，有微軟產品專員可以幫你進行體驗同領取體驗嘅禮品。我哋喺 Fortress 分店等你，拜拜。